再来看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一件枪杀案哦，凶手弹死2个瑞典人，阁有1个人受伤。这个枪手伫开枪之前有话讲真主至上。比利时当局认为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，嘛甲恐怖威胁对原本的利益提升到上悬的4级哦。目前这个枪手是还未抓到。当地当个举行的欧洲国家杯卡球的资格赛，嘛已经先取消了。警车开入枪击现场，大批警员在场戒备。比利时布鲁塞尔街路发生一件枪击事件，一名枪手穿荧光橄榄色的外套，骑机车身后开几啊枪。有看到人指出，枪手开枪之前大声喊“真主至大”。Orange, je suis encore sous le choc parce que c'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'assiste à une fusillade comme ça et le gars il criait et à un moment donné moi j'ai entendu juste des coups de feu et je suis resté figé en fait. Je savais pas, je voyais 2 personnes courir. 比利时当局将这件枪击案定调是恐怖攻击。一名家己讲是枪手的人，事发了后也伫社群媒体发布影片，讲家己杀害3名瑞典人。警方证实，2名穿瑞典球衫的瑞典公民掉弹身亡，也有1名计程车司机受伤，无生命危险。因为枪击案发生的地点离普安社国王体育场只有5公里，迄当时场内正在进行欧洲国家杯卡球资格赛，瑞典甲比利时的比赛也伫中场休困的时阵被迫取消。Frustrated, confused, scared. I think everyone was quite scared. 因为枪手犹原咧逃，警方要求瑞典球迷先留伫球场。迄当时有约35000名的球迷伫球场立几啊点钟。警方当全面追缉在逃的枪手。布鲁塞尔也将恐怖威胁为利益提升到上悬等级的4级。比利时总理德克鲁是伫社群媒体 X 上发文，对这件袭击事件受害家属表达哀悼。公司新闻电话林编译。